忙呗。陛下。谁帮忙恢复一下中文？太难了。哎呀，陆将军啊，太客气了。好久不见。太客气了。你给你们拿了个这么大。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，陆老师。你俩继续聊啊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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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羞耻啊！起来吧，叫爸爸。不要起来了，叫爸爸。3、2、1，开始。行，算我认了。啊，写得好。你看，哎呀！等等，烫我头发了。头发。加发条。完了，你们这个古代的发套本来就不太行。